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在这2、3礼拜，你敢有感觉奇怪？是安怎新眼界无咧讨论霸凌的案件？其实代志的发展，我拢有咧观察。讲到这个食公家头路，敢是介可怜？不时传出霸凌的案件，是盘古开天，有人就有恶霸来压上联、善良，或者是特殊的职场文化来实践。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良榮。主持人好，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倫。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民主進步黨立委林國琴。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諮商心理師林碧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晚安，大家好。那麼咱就來關心衛福部頂禮拜公布了霸凌案件，佮在調查的結果，8個案件只有3案成立。調查立委攏批評衛福部官官相護，要求重新調查，而且公開調查報告。衛福部部長邱泰源講，這牽涉到當前的文書未公開，但是會去做氣勢識別化，親身甲委員報告。衛福部這場霸凌案連環報，頂禮拜公布調查結果，甲定處8件申訴案件中，只有3案成立，也攏是非一級主管，和外界積極輕綁。民眾黨立委陳昭珠批評，連衛福部主秘叫部下去自殺，攏無算霸凌。這份報告避重就輕，要求退回重啟調查，佮比較勞動部將調查報告上網公告。勞動部無論是第一次的調查或第二次重啟調查的記者會，他都當下立即把調查報告傳上網，公開給社會大眾看啊。衛福部為什麼不敢公開呢？另外，當教署長要求部下做深蹲、聽到練休，調查結果也認定霸凌無成立，是管理不當，也互調查立委批評衛福部是官官相護。午休時間，職員如果持續開會、陪命開會，算不算管理不當？健康操時間，如果還繼續連在座位上趕報告，算不算管理不當？賴清德總統叫你深蹲跟他報告，你還是覺得賴清德總統管理不當？你想看看是不是賴清德總統管理不當？我們一定要尊重我們的外部委員他們的專業。對，沒錯。好，還有他們也是目的良善嘛，跟勞動部一樣目的良善嘛。他們絕對是秉公處理。為了影響各部門霸凌案件調團，行政院霸凌通報平台第13正式上線，也毋過愛具名申訴，也互立委即期是假開放真算效。對此，衛福部強調，無一定要求具名，也毋過愛具體指出行為人，也是有具體事證。即擺調查也是依照這個原則來辦理。記者綜合報道。這整個事件的發展吼，其實牽涉2個問題，一個是職場的文化，一個就是咱國家的法令是毋是定甲真明確，申訴的管道在這法令內面有所定吼。咱看，即馬新公布的這個霸凌防治處理內面吼，加了這幾字，叫做以保密方式專請權責機關來處理，有處理。其他呢，大部分攏差不多，而且吼實名制。不過，我要先請教老師，咱的法令內面吼，哪至到講世界各國來比較，敢有所不同，還是講其實這攏佇一般的這法律內面攏規範着？那是針對着這職場。是，我想主持這個問題吼，就是講你也講為迄個來講的這個法律體系來講啊吼，其實咱台灣吼，不管是公部門吼、公務人員，還是私部門一般來講吼，咱並無對這個職場的這個霸凌的這個有定義啊，吼啊，所以因為你霸凌你無定義，吼，所以吼你嘛無相關的這個救濟的規定，吼，但是咱私部門的部分吼，有對這個
迄个霸凌的伊的防范措施吼，有规定。可是我咩去要求这个雇主应该事先做一寡迄个预防的这个措施。要做一寡义务，但是咱迄个公部门即款公务人员确实有这规定但是呢，虽然无这个安全卫生法的适用但是伊其他有其他迄个类似的迄个规定包括伫这个公务人员保障法第19条，根据19条内底有一条，有一个办法公务人员安全和卫生防护办法所以这部分有一寡类似这个私部门的规定但是私部门的一般来讲佫有一个较详细一个规定，就是讲根据这个安全卫生法伊有一个这个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一个规定根据这个规则佫有公告一个执行职务遭受迄个不法侵害预防的一个指引。所以根据这个指引一般的迄个私部门来讲伊就是讲你也有遭受着讲迄个肢体的攻击也是讲包括着迄种去用骂精神的攻击，也是讲有去迄个你迄个隐私的侵害，也是包括就是讲你迄个要求伤济的工课做袂到的工课，也是讲拢无要互伊做工课，这拢是算讲会当来讲是职场霸凌。老师。我看这个劳动部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内面伊定义讲本指引所指称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精神不法侵害之范围，指劳工因执行职务以劳动场所遭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务对象或者是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为。例如啦，职场暴力或者是性交涉不过这拢无细节咯。这部分就是讲，因为是一个指引嘛，对，所以伊唔是一个方向安尼嘛，唔是讲就多一条路嘛。当然，就是讲你也透过实际上案例这个迄个判断结果会当来充实这个指引伊实际判断基准我当初拢公务人员大家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就好就好，想你真麻烦。即摆大家拢唔敢讲话，唔敢甲指导，人来指导讲你霸凌，会变做安尼啊。所以老师有赞成讲这修法。虽然委员咱就讲者，这修法要修较细节者，而且是讲要安怎修法？老师，我想至少爱从这个定义什么叫霸凌行为的这个定义爱定较清楚的我想安尼较袂讲你到底是这个指挥的这个关系内底到底有超过无？有合理无？我想更要有一个定义，然后做一个判断。有当是，比如讲我记一个，有当伊咧考试，讲一句话，咱台语咧讲。对啊，对啊，伊就感觉讲，你咧甲我考试，连这个讲话开口，你嘛可能爱写伫内面啦。淑伦，你，尤其虽然是民间企业，咱公家部门敢是特别安尼咧，哇，杠顶开会加超8台呢，哪会安尼？是安尼特别特殊台啊，一群超。一年无开张一开张食3年安尼。这就甲咱顶头前2年处理 Me Too 毋是共款，就是讲可能这个代志这存在伫咱的文化内底印真久，但是大家可能无想讲爱用法律的手段来去反映。即马发生着这不幸的案件，了后大家说想讲即马是毋是紧来修法来将这个代志来当立法就会当处理。但是为什么现主是指引无照处理？嘛毋是讲伊无写，但是呢，因为咱法律所规定是不法侵害，不法就是你爱违反民法啦，违反刑法啦，你爱公然侮辱啊，你爱伤害。但职场霸凌，咱讲这霸凌就是细细项的代志。你比如讲，拄则主持人讲的，我今仔日叫你做的工作，到底有超过人的罪无？超过你当忍受的范围无？我讲我即摆甲你主管甲你骂。我骂是因为讲，我业绩是逼太大，董事长一日到晚甲我逼，我无甲你叫2句，你即马动作安尼办，到时是阮规组人今年的年终是拢无安尼，我嘛可能情急之下，就脱口而出说我考绩就歹，所以伊伫
伊就可能你若摕去法院讲，你甲问讲，这有公然侮辱无？这有诽谤无？这有迄个伤害无？可能拢无够。但是伊接起来的时阵，对你来讲，每一工拢折磨，拢痛苦。啊，公家有另外一个特殊，就是讲，因为民间企业，你有可能讲无忍受，我做袂去，哎，袂挡袂了，我就走了。啊，就公务另外就无法度，你的人，这人事总处甲你按调调，你会当用几个人？你钱偌济，主计处甲你按调调，你干那会当用预算就是偌济。啊，人无够，钱无够，啊，就只好安那大边死家牵起来做。啊，个伊就升迁，调动，你嘛是恁公务体系你无走，对外口走啦。啊，因阁无走做工会，所以你嘛无地通申诉，对外口讲嘛无走讲。啊，所以这个公务机关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状况，伫这时阵真侪人出来反映，甚至比民间的这声音更较大，是我感觉是因为有这结构性的这因素安尼啦。结构性咱是结构性，我小咱可能要请教咱这心理师这是结构性是，敢若公家机构还是民间嘛有，在我所知，其实咱校园内面做了真济，这是毋是大家自细汉开始就学到变大汉？我要请教委员委员有赞成讲要修法的时阵也是指引写甲较明确的，不过，然后这种叫做情绪绑架，比如华语叫做情绪勒索、情绪绑架，甲你一日到晚甲你口洗，甲你正口倒下，甲你有当是超工。甲你拢无爱插伊，敢若冷战安尼，这种是有通法无？阮这代志发生的时阵，阮去看法律是看到根本无管是公务体系也是私人领域，拢无伫咧处理这叫做职场霸凌，因为你拄则讲的劳动部迄指引迄是预防，毋是讲救济。我若是互人。霸凌的时阵，我会使去安怎处理？无，伊讲预防嘛指引之后，你莫安尼做啊，真正有头家对我安尼做，也是我的主管对我安尼做的时阵，也是同事对我安尼做的时阵，我无法度处理。迄当中，阮办公室就接到足侪电话讲，我要去申诉，我去劳动局，劳动局讲，这你家己去告告民刑法甲阮无申诉，我无地带，无地带亲像即摆嘛是嘛所以我今仔嘛是照我已经收的法条要送出去的我感觉公务人员保障法第19条，阮要整理的3条，因为阮第一个是定义19条内底，阮甲定义爱讲好清楚因为阮看日本的霸凌，伊伫咧讲一个是身体暴力第二个是讲你讲话，你讲我猪头，你讲我笨蛋，你讲我侮辱威胁，你若无做你就安那，我就会甲你安那，无就是我就叫同事唔好甲你做伙，唔好甲你讲话，关系霸凌。这囡仔的时阵嘛有当足侪安尼那另外3个就是迄职场霸凌较有的，就讲我互你的工课敢有合理，我叫你做10个人的工课，因为。这嘛是即摆发生这代志的时阵，我有质询讲，恁互伊做的代志到底有合理无？安怎讲？因为我讲人事总处，我讲你公务人员的缺额遐大坑，你有感觉报好无？无足侪派遣工，我无要做就无要做啊！你也不管我无法啊！我一个公务人员伫遐做，5个是派遣工，伊下班就下班啊！工课嘛是我做，搁有是。我这工课是毋是我当初要来做的工课？因为 AI 我若唔捌，结果你叫我去舞 AI 表演，我就无法度啊。改变成去啊。系我就无法度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一直问我私人的代志，我就无想要甲你讲，我到底有结婚、离婚也是安那？我有甲人。委员，若是礼拜6、礼拜日一直甲你传来，叫你办这办迄，叫你会记个拜一来创啥？这安尼会使袂？国外一定有伫咧讲离线权啦，我有下班应该是。我 off duty 嘛。系啊，你无可能一直讲1分钟来爱回我，我就唔免生活。这以后敢会当写入去？
这离线权，阮即马是还未伫处理。啊，毋过我伫19条有定义清楚讲，你对伊身体也是精神吼，你有不法侵害的时阵，啊，搁有你工课不当管理，迄不当管理包括你有合理的工课，也是你叫我做袂到的代志，吼，这些东西吼。另外一个，我感觉公务体系爱有外部，因为我输掉着。我的头家霸凌我会使离职，啊，毋过我伫公务体系，我的主管霸凌我，我去搞阮搁较顶悬的，啊，因两个若是关系足好的时阵，我就无法度啊。但是这应该在民间企业嘛有可能啊。民间企业有劳动局，所以劳动局嘛是外部单位。我感觉公务体系无外部单位，所以我建议，所以我19条之1、之2、之3拢是爱建置外部单位。外部单位哦，即咱小咱再来开即题来问，我要先问咱新律师吼，他主要我一直咧问讲，这是敢若公家机构特殊，还是讲民间企业已经是即款，即逐工敢咧食3顿饭共款？对。啊，这是要安怎处理？啊，民间企业是安尼，逐拢点酒吗？还是讲无咯？我今日袂爽，我就浪港走人。嘛有诶，一直蹲掉的啊！我咧熟悉真侪亲朋好友，一日到晚咧勒因头家，因为伊讲伊领诶薪水就迄个做消费，一日到晚去用勒安尼。啊，这是特殊，还是讲其实是大家拢差不多？我感觉吼，这故事真趣味，因为我家己诶亲人嘛，就拄着安尼嘛。我若讲这个故事，大家就拢做熟悉啊。吼，阮哥哥是咧做胖诶嘛，啊，伊较早做学徒诶时阵啊，好。头家师傅叫伊卤物件啦、洗物件，啊，拢无教伊技术咯，拢先叫伊先做迄粗工啦，吼啊做无好啊，甲拍啦、甲站啦、甲等物件啦，吼，这是逐工拢咧发生诶。啊，一工哦，工课做15点钟，啊领无2万块，吼啊，这种代志哦，这故事哦，我相信做者做学徒诶人，应该拢有亲身经历过啦。啊，来心理学内底哦，有为2种角度来看这件代志。一个是环境的角度，啊，一个是个人的角度。吼，心理学内底有一个最著名的实验嘛，吼，咧美国斯坦福大学，吼，因着找一群大学生分做2半，一半咧叫你演迄监狱的管理员，啊，一半叫你演犯人，啊关咧迄地下室内底，吼，讲要实验2礼拜，吼，结果1礼拜就结束啊，是安那？因为迄哦，迄实验者敢足奇怪，是安那？迄管理者愈来愈歹。伊拢演的哦，但是伊会愈来愈歹，愈演甲敢若真的共款。啊，迄个犯人吼嘛是假的，但是愈演愈成犯人，吼去用虐待啦、苦毒啦，吼这情形就发生。啊，结果这实验就结束。啊，这个实验结果吼，大家来研究就是讲吼，有2种物件会造成这霸凌的状况。一种就是哦，这个环境无交流，就像公部门共款，内底的人拢做固定的，像我较早做兵咧市政府。吼啊，规年内底啊，就迄几个人尔，啊人无来去，做固定的。啊，第二个就是哦，有迄上对下迄种宽慰的关系啦。那最严重的啊，就有可能造成这种霸凌的状况。啊，去用欺负的人嘛，唔敢讲。所以，这个撇有你的意思是讲，如果这个科展制度，敢若分家图，一站管一站，顶死管下死管本机，啊，而且这个环境又是封闭的，对。所以就真容易产生这种物件。对，无唔对。啊，民间企业若有这种文化，嘛会可能安尼。对。啊，那校园呢？哦，校园就更较济哦。校园是咱讲学生来讲啊，一个班级嘛，封闭嘛，啊，一个导师就是伊一个老师嘛，啊，是带了几啊年嘛，所以这种情形，学生内底霸凌嘛足济。但是阮咧处理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处理的困难啦。校园的霸凌虽然定义做完整的，吼讲爱常出现，吼袂当一届尔，爱几来届，啊影响足长的，但是心理佫爱有迄个受欺负明显的受伤害。对，啊迄拢做无清楚的，啊做歹定义的，所以咱大概咧开迄霸凌委员会啊，要举手的时阵讲啊有霸凌无？吼，敢若咧喊声咧有无？啊我心理师想讲有这有哦，但是。你心内受伤，你要安怎做明显？你要安怎证明？除非医生开个有精神病嘛，但是迄嘛毋是做容易的代志。譬如你有赞成讲，法律安尼写甲较明确，
那写 case， 上无爱写 case。哦，什么情形？什么情形？敢若这法院吼，即摆咧判决了讲，骂人32斤5万块，82斤啊15万安尼。就若是为心理的角度啦，我感觉吼，心理的角度是咱有一个原则啦吼，心理学就是袂当改变别人，拢爱改变家己。吼，因为改变别人，你袂当你预期别人会改变嘛。所以吼，环境法律的问题啊，我感觉真名三的专家吼，就需要因的专业啦。啊，但是心理学来讲哦，咱会想讲哦，一个人是安那会去互欺负啊，唔敢讲；啊是安那欺负足久啊，唔敢发声。啊，其实这要转去看伊家己的甲人斗阵的习惯。好，其实哦，人拢有一种保护的机。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有个别的差异。对，就有的人就是介。这就话头长咯。嘿，无唔对。我这样法律老头法度老师，你法律系你这若是要叫你写，譬如讲，一些林委员因咧发条，伊讲即摆目前还佫无要处理到即个离散权呢。啊，这要安怎判断讲，这来写入去，这暂时卖，还是讲啊，这可能看这伤济，先暂时卖啊？这法律要安怎破败啊？我想吼，一部分就是讲吼，就是讲你工课吼，当然吼，伊有迄个讲有一个管理制度嘛，吼啊，当然即个管理吼，即个有当时有合理无合理啊，但是吼管理吼，伊无合理吼，无一定就是霸凌啊。迄霸凌的行为啊，足严重的。无合理，无一定是霸凌，是啊。对，可是讲伊的霸凌吼，可是讲伊这行为吼，是一个吼足大的对一个伊的伤害啊，吼对一个算讲一个吼，伊咧做一个就是讲你职务吼，你咧下骹手人吼，即一大进行伤害。啊，所以讲你特别你要去吼去判断讲，这是因为这个伊的迄个吼指挥的关系，吼职务的管理吼，这无合理不当。啊，若是讲伊一定严重到。对这个人，伊造成这个霸凌，伊精神上的伤害啊，甚至可能这个事件呢，到最后这个精神上的这个伤害，到最后伊就是轻生自杀。吼啊，我认为讲吼，这部分就是讲吼，其实个是讲咱去吼，就爱进一步的去理解，就是讲到底吼，就是讲什么款的这个我的这个迄个职务吼，我的范围是什么货？吼，你讲一般私人的，就是讲劳动契约嘛。啊，你讲公部门，敢是讲喂，我到底我的职权，我的迄个职务范围什么货？啊，再来就是讲，我这个职务吼，我有一个，我就是讲，我有一个管理嘛，因为你当有一个评价嘛，吼，有一个考核嘛，吼啊，但是讲你这个考核方式够不合理，还是讲你这个管理呢够过当，吼啊，就是讲你这应该来，就是讲进一步吼来理解好多去定这个条文啦。所以我讲立法技术吼，其实问题确实较困难啦。但是就是讲，你即马这个社会，这个气氛就是讲吼，大家感觉讲，你政府你做代志嘛。吼，政府你啊，就是讲，这来发生了以后，政府免啊紧的去防，莫个以后莫个有这种代志个发生嘛，吼，来避免防这种代志发生。所以我讲这部分的立法就是讲，吼，爱去思考讲，看其他法律吼，免啊去整合，吼，这问题是最重要的。啊，甲其他的法律整合，哇，这小论啊，这其他的法律的整合，牵涉着什么物件？因为这个看吼，有的是道德性，吼，有的是将法令的。有的甚至是人体侵害的，吼啊！而且这个委员佫讲爱有第三方，介是我想恁以后足无用的，只敢有咧开会呢。是啊，嘿。啊，你来你请。应该是讲，那主持人拄仔是问讲啊，有这个修法的方向无？啊，我嘛认为讲对，现主是因为就是这咱讲伊或是讲职场不法侵害的这个申诉的这个公司接到申诉，应该爱安怎做的这个 SOP， 确实有影无遐尼明确。伊无像迄个职场性骚扰骗诉迄就是最明确的。接到通知，你若人甲你讲，或者是人若无甲你申诉，但是你边的人安怎你听到，你就爱随处理。吼啊，你爱组委员会，啊你爱调查，啊你爱2个月之内你要报告，吼啊，而且这个过程你爱通报劳工局，因为惊你食案啦。所以即马恁这公务人员从这霸凌平台，伊嘛这意思啦，伊毋是真正要处理，伊是讲，因为你有报行政院啊，行政院会将这物件吼，搁发转去迄个pass转去，但行政院才有一个底嘛，讲你得来汇报嘛，我追踪嘛，伊这目的是讲惊食案安尼啦，吼，当然毋是行政院落去处理，共款劳工局迄嘛是共款，迄就是讲我有一个底伫遮，惊你食案，啊，这套处理的这
SOP 啊，或者是讲这个时间啊、人员啊，你要配什么物件，或者是讲人申诉了，你要互人去心理咨商，你要互人去看，你要互人法律咨询哈，等等这雇主你个雇主应该爱做的代志，吼，这部分来改加强，这 OK。但是霸凌本身的定义，迄真正要用法律来写有较困难，因为迄就是种种的组合。我无爱互你加班，好翻头倒来讲，我互你加足侪班，这两种都有可能是霸凌呢。这两种都有可能霸凌啊，因为我无爱互你加班，就是讲我无爱你趁加班钱的机会啊，别人会当加，我拢无爱你加。而且我限时你8点钟让他做完。对，哦，你就逼足赶，冇可能。我直直叫你加，就是讲别人拢无代志，就干那叫你做，所以你干那讲。叫人加班或不叫人加班，这会当作为霸凌的样态吗？你无法度直接吼讲我写一个表，安尼就是霸凌，安尼就是霸凌，写袂出来。吼，共款一句话，我昨去调解，一个妇人家甲讲，因头家甲伊讲，就是干冤家啦吼，尾啊头家要出来算讲要甲伊安打，伊讲是安那，你转去恁阿无甲你揽吼，我惊一跳，我讲这是性骚扰吼，这敢通我讲。但是我当问迄头家，我讲你哪样敢讲？伊讲无啦，我知影伊甲因翁就做伫闹离婚，袂啥爽快。我是惊讲是伊厝年的迄个代志影响大家遮来。我因两边一人讲一款，我哪知？听到老庆歌。系所以你讲我是外部委员，但是我无伫咧现场，我嘛唔知影因表是相处的即个关系，我哪会知影？所以机制是机制，但是。就是根本上，什么是霸凌？咱举一个，比如讲吼，性骚扰防治法讲的性骚扰是，你爱趁人不备，意图在趁人不备触摸人的隐私部位，这才是法律上的性骚扰。但是职场性骚扰，就是咱性别平等工作法，职场性骚扰，伊哪有讲什么隐私部位？伊就直接讲，敌意环境嘛，敌意性骚扰嘛，就是任何人。造成对你的敌意冒犯，伊嘛免讲你爱有受侵害的事实，你一定爱去看医生，你一定爱啥？无啊，你感觉到被冒犯，对方的行为逾越你的身体界限，安尼就是性骚扰啊，安尼无需要去我无需要摕一寡证明，是讲要靠要提，安尼才有做骚扰啊。你骚扰本身就是骚扰，你哪有讲我敢就一定爱靠提看医生，还是讲我一定爱去丢掉要死？无一定嘛，所以。我哋讲性骚扰的概念，也是一切概念嘛，是对法律上安尼，伊搞咱表示职场文化应该安怎？这开20-30年，这变到遮来，咱这霸凌嘛是共款，现主是咱认为足正常的代志，也是讲足平常的代志，也是讲润的就会过的代志，可能你爱搁过一冬，但是即摆会较紧，因为即摆是缺工的时代，即摆是找无工的时代。人无爱考公务人员，少年人嘛无爱去工厂，或者是讲你若伤过高压，你即摆是找无头家，特别找无劳工，找无新劳，所以那我就考劝各位主管，拜托你紧改变你的即个领导的即个方式，因为你搁继续安尼5年、10年了，你这间公司你真找无人。哇，我看落来找机器人啊！委员，咱咧修法的时阵，敢有去参考国外敢有这种案例？这种法律，通来参考。我所知，我到目前为止，拢因无规旁规束的。日本有职场霸凌防治法啦，吼，咱台湾是无啊。拄则教授嘛有问我讲，咱敢要来修专法？我感觉时间袂赴吼，因为以前咱不管是公务人员也是吼，咱企业拢无相关的规定吼，所以我感觉即马爱靠来处理吼，即马拢敢若性骚 Me Too 的案件的共款吼，一直伫修嘛，所以较紧解决的上好的办法就是《公务人员保障法》第19条、《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甲迄职场霸凌的一个定义甲伊下落去，了后佫甲安那申诉、安那调查的方法爱下落去，安尼才有法度。无进前咱公务人员伊无嘛，伊就是感觉这公务人员吼，伊的雇主叫做国家啦，国家爱执行的政策你要服从，所以你要受你的主管来管理嘛。这管理了不当的管理的时阵，你嘛也是吼，而且公务人员伊若会去做公务人员吼，伊第一个伊想要比较安定的生活的时阵，
安尼伊通常是无想要离开嘛，吼，而且调子嘛是足困难的啦。我想讲，阮迄秘书长应该知影，迄调子爱对方有答应无？吼，我这边的主办会帮人无法度，吼，你降调嘛是我年资整个职等下降，我嘛感觉我可能无法度做会到啊，所以我就旧伫遮。啊，毋过我感觉我的主管对我的处理是无好的，所以我感觉上紧的方法，所以我为怎样，我马上就修法《公务人员保障法》第19条甲《治安法》第6条，我就已经写好啊。是，所以我要请教到朋友吼，敢有这种假设？譬如讲，什么人都这种人格，还是讲都这种心态，较容易感受到吼，你甲霸凌，或者是讲较容易去用霸凌，敢有安尼？有哦。我拄仔讲的迄个研究对无？其实毋是全部的人拢会听话哦。是啊。另外，佫有一种研究哦，愈加离谱哦，伊就找2个人，吼，啊一个要甲一个电，吼，啊饲迄电的人哦是实验者嘛，吼，啊去用电的迄人是假，但是你饲伊会爱哦，伊会爱互你听，但是爱假啦。啊，伊饲到尾后，有你佫饲，伊就死去啊。啊，有差不多6成的人会去饲迄个。去用逼伊会饲好死，但是无真正死啦吼，假的啦。但是你会看伊的迄研究的影像，伊是足紧张的，流汗，啊一直慢头毛，但是会甲刺落。但是有4成的人，中就讲你这无合理，我不爱啊。所以哦，咱会看迄研究内底就会知影，心理学内底个人的差别是足大的。啊，主持人拄仔讲哦，其实有一种个性，就是咱咧做辅导啊，心理辅导上惊的就是人伤乖啦，就要自细伤故意，伤故意。吼，足听话啊！感觉拢是家己的毋对。吼，啊，主管安尼甲我要求，已经是我无够好啦。吼，啊，主管叫我做遮济吼，就是伊看中我啦。安尼我会更较拍拼的。啊，最后我生袂出来吼，就是我的责任嘛，我的问题拢我家己心担啦。啊，这种个性吼，但是公部门足介意这种人的。吼，伊较早咱咧学校内底嘛，也是我咧学校做工课吼，我若意见足济吼，哦，绝对是叫出来检讨的。吼啊，朋友你哪会佮意见遮济？我叫你做这，你就做这啊。啊，但是主管啊，我感觉这无合理、无效啊。啊，无啊，咱较早做就得奖啊，啥你无爱做？吼，但是你袂当做一意见的，你爱做乖、做听话。吼听话照做啦。对。啊，你公部门就较介意，因为安尼效率较好嘛。那大家人拢意见足济，啊，就做歹进行的。啊，但是这种性格吼，可能公部门这种环境、这种性格夹起来，伊就较。容易感觉是家己唔对，啊，家己承担安尼啦，啊，伊嘛袂感觉讲，这是无平等的、无合理的。咱嘛有拄过一种状况是哦，伊边仔的朋友哦，拢讲，你这伤无合理啊啦，你这要去甲告啦，啊，就讲啊，无要紧啦，吼大家拢是辛苦趁钱嘛，为着家庭嘛，吼，啊，伊就家己改变伊的想法，吼，说服家己，啊，就好过啊安尼，这种相处的情形哦，会愈来愈严重。就是吼，一个人若一直甲你要求无合理的要求，啊，你拢听落，伊会更较无合理，啊，会更较无合理，会更较无合理，因为伊感觉你拢食会落嘛，吼，就互你愈食愈济，嘿，所以咱会当看劳动部这个案件嘛，其实伊就开始吼愈来愈济，伊的无合理的行为、管理的行为愈来愈济，吼啊，因为人甲人之间的相处是咧饲啦。我试安尼看你食会落无？吼啊！你若袂使，你反应足大哦，安尼我改变方式啦。但是你若我安尼，你拢会使哦，搁好落，吼啊，就会愈变做这种情形啦。啊，我同样我颠倒摆来问吼，都这种人哦，较会讲霸凌啊。咱咧实务工课内底吼，有一种人是安尼哦。你莫看伊咧做头家时阵哦，做歹哦，甲人霸凌哦。伊咧做人诶。新落的时阵吼，乖敢若猫咧。对，哦，佫会甲讹了啦，佫会甲抱啦吼。因为这种人吼，就是其实大家拢会安尼啦，人拢有一种保护的机制，吼，就是伊做这个行为是要保护伊家己。啊，伊咧头家面头前，吼，甲讹了啊，做乖，伊保护家己嘛。头家看会起我嘛，会甲我重用嘛。啊，但是我对下骹时阵，当权力无对等的时阵，吼。即摆换我
我咧头家遐受的委屈，吼，就新妇变大家啊。对，即摆换你啊，吼，就换你啊！其实伊嘛是咧保护家己哦，因为我若无甲你用好所以势，譬如你的意思是讲，也许这种人伊无一定拢是共款一个个性，只是因为职务的关系，还是伦理的关系，才会产生变化。对，哎，所以无通好，譬如讲，咱以前定定看到讲，迄个细汉时阵会甲即个狗仔累死，迄可能大汉较有暴力的倾向。咱通常是爱看一个较长期的状况啊，袂讲一个是行为就甲讲决定，但是主持人安尼讲，你会当咱会当安尼观察啦，有的人就是做爱控制。哦，这种人较会安尼，就是讲哦，物件爱放遐，迄爱放遐，哦，迄袂当我袂甲我放，啊，啥物流程拢爱照伊想的，哦，袂当改变，吼，伊做爱控制的人哦，咱讲完美主义啦，吼，这种人的个性就较容易，较容易会甲人霸凌，因为伊爱拢爱咧家己的掌握当中嘛。安尼，还佫一题，小等互你想吼，什么人较容易官相护啦？我要先问。老师哈，老师是安怎这公务机构，爱需要第三方来做这个评断？难道因拢无善良？因拢是安怎会官相？那是做第三方，这第三方拢任务型的嘛？还是讲老师认为讲应该做一个定式的机构来处理这种代志？我想吼，迄个伫公务机关内底吼，我想讲。变讲每一人伊的个性吼，还是讲每一个迄个公务机关的文化拢无啥共款啦，吼，讲无一定是官相护啦，吼，啊嘛无讲一定是向欺负，还是讲无一定吼，就是讲万一向欺负啦，吼。我想主要就是讲吼，即个公务机关内底吼，就是讲你本身的你即个职务的范围吼，就是讲你有清楚无？吼，啊你也职务即个迄个范围内底吼，有即个因为即个管理吼，你感觉讲感觉袂爽快，吼，还是感觉讲，伊感觉有这有冲突，吼，你有一个会当反映的，迄个有一个管道无，吼，比如讲，你敢是爱开放公务人员来做工会，对无？我感觉讲，我安尼讲，我得委屈啦，对无？我委屈，毋是讲当我是迄个精神上的啊，搞不好我有其他的劳动条件，嘛是感觉迄个啊，无合理啊，我都去反映无，吼，我可能像这部分就是讲，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反映的。一个管道啊，吼！啊，头我讲的就是讲吼，你讲发生这种霸凌的行为吼，其实讲你要定义吼，嘛无遐简单吼。比如讲，咱即届劳动部吼，因为伊这是一个，伊算讲，伊是一个算讲类似一般雇主的地位，伊去做调查嘛，吼。本来毋是，这毋是一个行政的救济哦，这是伊内部，伊讲受到社会的重视，但是伊调查结果吼，第一届和第二届。无共款，完全无共款。我们逐个社会，你包括私人机关拢会问啊。可是讲，你第一届调查的迄个判断的基准是啥物货？第二届是啥物货？第二届是有啥物款的新的事实的发生吗？证据吗？吼，我讲这部分就是讲，你也讲将来要迄个算讲要立法对无吼？你讲你当作案例来检讨。对，你不但是定义尔，包括讲你迄个判断的基准是啥物货？吼，这部分是爱。足清楚的，啊，另外就是讲吼，你因为你这救济吼，就是因为你救济是权利的救济嘛，就是讲啊，所以这权利救济就是讲你的权利是有去用侵害无，啥甲你侵害，这一定爱调查嘛，所以这是变讲是啊，你爱去判断的一个 SOP， 吼，所以我要讲就是讲吼，一般讲其他我了解像日本啦吼，就是讲伊吼头仔迄个李委有讲，伊有一个霸凌的迄个防治吼，一个法律啦吼，但是伊主要吼是一个防治。伊主要毋是讲对霸凌这个权利的救济，吼，这是一个防治。啊，这个防治内底吼，其实吼，跟伊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有关。啊，是日本吼，伊不但是私人的机关，伊包括伊公家的机关，伫你的地方的这个展处吼，伊共款地方的公务机关嘛是适用迄个职业安全卫生法。所以咱有这个母法嘛，啊，所以你有这个职场霸凌这个防范的这个法律对无吼？你当然你嘛公务机关你嘛是爱去遵守嘛，吼。啊，所以你这个防范了以外，就是讲啊，我怎么去用被害者，我权利我这要安怎？吼，我感觉这部分哦，其实台湾嘛是爱去重视，但是就是讲你要去重视这部分，我头讲扛迄个无共款的制度的整合嘛，对无？吼，我要讲就是讲吼，啊，你像这个事件来讲吼，敢是一个职业灾害？敢是？我想咱等台湾社会都无人讨论啊，对无？啊，我公务人员，我有一个完整的职业灾害这个体系，够该保障。
吼啊，因为这项代志伊是自杀嘛，所以有抚恤嘛，吼，但是就是讲抚恤够够，对无？就日本伊甲咱拍迄个国家赔偿法。吼，不但佫是安尼，你若讲认定有一个特定的人对伊吼来造成霸凌行为，佫有民事的赔偿，有三部分，社会保险、国家赔偿，佫民事的一个赔偿。吼，所以讲啊，咱台湾就是讲，你公务人员，你若讲啊，毋是讲到自杀的，就是讲我感觉是向欺负，我向霸凌，对无？我有罪，我甚至食药啊，对无？安尼再救济无？我这个是无够抚恤啊，对无？我这部分了，要安救济伊的权利。啊，有当时啊，吼，这霸凌哦，毋是讲一定有一个人，吼，特定对这个迄人安怎做一个侵害行为，有当时体制对环境，这个体制有足侪无共款的迄个人啊，还是不管看什么一块迄个什么足侪的理由吼，伊造成伊的霸凌的这精神伤害慢慢累积。这个气势也无相啊，是啊。所以对老师讲，这个灾害就是因为安尼，进前劳保局就捌一站，伊甲拍倒转去，结果法院讲无，这是这个灾害，伊迄就是当事人，伊是真正去自杀，自杀了，伊的家属倒来讲，这个人过身前半年，逐工到6点出门，12点才回来。吼啊，然后等去看讲啊，伊拄好办公室啊，人拢调走，啊，伊一个人小主管，伊喺担做着责任，伊一工爱看1000封的 email， 啊，到尾啊，伊真正崩溃，啊，怎啊去自杀？啊，当初是拢无讲，伊也无去看医生，也无证明伊有忧郁症，啊，这自杀是伊个人行为，嘿，啊，但是法院讲无，伊这就是过劳自杀，伊因为过劳，但是这嘛，这就变做讲啊，过去啊，法院佫过来过去。啊，尾啊，当然以后来啦，后来劳动部在审查这个你若是因为自杀，这是忧郁症，你送来这个劳保的这职业灾害来审查的时阵是有职业病啦，应该讲啦，忧郁症就职业病，陈主席有职灾，对，这种就是职灾。你若有这个诊断证明，因为咱即马职业医学科医生伊有一个指引啦吼，指引就是讲，你若有6个月这个看医生的记录，啊，然后医生判断讲你的工课这不管是压力大，还是讲工作量大，还是工作时间长，来导致造成你这个判病，这是这个病无唔对，这是这个病无唔对，嘿，啊，可能真侪人嘛唔知影讲啊，这是其实这是咱的，我刚才知影讲有人讲吼，我做这个餐厅的这个病就是愈食愈肥，啊，但是你讲有赞成讲这霸凌，来进入到职灾的这个范围内面来做防范的，或是做规范。应该讲，现主是职业安全职业安全卫生法、职业安全卫生法内底，伊就是不法侵害的一环，其中的一部分。嘿，你若伤过超过，当然雇主就是爱预防，伫遮是有代志你就爱处理啊嘛，若无做雇主嘛，去行政机关来处分嘛，但是当然对委员讲，也是赶紧来立法为大家好，这我嘛赞成啦但是有当时件事爱看办，为什么呢？你看行政院即马讲这我1个月内底甲你结案，你看安尼紧事紧办。但是劳动部头一届调查报告，甲第2届调查报告，这2届差在倒？因为第1届就是赶紧要办，而且大家对这申诉，也是讲要来反映，也无遐尼侪信心，所以其实讲啦，迄2个报告拢完全正确。我坦白讲拢无共款，但是完全正确。啊，这是要安怎讲？咱先莫讲迄个分署长对其他同仁，我即马干那针对讲这个无姓公务员的。头一届无姓公务员，伊毋是讲这个谢分署长对伊霸凌，伊无在证明这个行为，伊无在证明，因为伊无讲，伊无录音，或者是认证，还是写遗书内底有骂伊，甲伊指控，拢无嘛。所以伊敢若会当讲伊工课足多。头一届报告就讲工课足多，压力足大，因为工课的原因，互伊去会行迄条路。即头一届就有写，但是伊无法度用迄个无法度因果关系断定讲就是写即个分署长对伊安怎。第2届因为你调查，第2届来调查就变做讲安那，其他的同仁有出来讲故事出来，一寡故事出来啊，讲伊安怎甲伊施加压力啦伊嘛自己嘛有开始反映讲伊安怎可能无法度困啦还是有这个念头讲要自我了断，这个物件才会出来。你来限人1个月去调查，是会当赶，你愈紧你可能愈查袂出来。
因为你有当时啊，像这特别是像这霸凌，迄毋是一次性的行为。咱讲性骚扰有可能是一届两届，摸啊、亏啊，吼啊，你有讲其他的行为，拢可能一届两届，偏偏霸凌都毋是。啊，伊这个案爱调规，伊干那这个案，伊问遐当年看要问几十个、几百个去安尼，啊，才有法度哦，将这个故事甲伊斗起来。所以坦白讲，立法是拄啊，就是咱教授讲的，这技术足难的，足难的。第一定义足歹写的，啊，第二紧无一定是好代志，啊，第三就是上界主要可能是咱即马爱建立讲，什么是咱讲合宜的职场文化。这本身若我坦白讲，法律写咧遐，但是你主管都毋捌来上课过啊。你主管本身就无改啊，啊，我法律定咧遐，伊嘛无看啊。咱是想讲啊，这是基本人甲人的尊重啊。但是我想，大家拢上班啊，拢嘛知影讲，这内面拢一寡变体伫的。不过我先请教委员吼，大家都讲啊，这紧事看办，看事紧办呐。啊，这是要安怎办？敢有可能讲量后先来出台？啊，量后再慢慢过来修，甚至做一个专法。未来应该嘛是会使考虑用专法吼。啊，毋过头我讲我哪要遐紧要去处理这条，就是讲私人机构是完全无的。伊讲的是第6条讲的是讲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预防，嘛是医疗嘛。嘛是无讲到你后壁救济嘛，所以阮至少即摆人大家拢注意讲啊，公务人员咱要较紧来处理，啊，毋过私人的咧，因为我入来立法院拄到的拢是私人的，毋是公毋是公务体系哦，毋是公务体系哦。啊，毋过我讲公务体系足难的是，今仔日我若去申诉，无讲官官相护吼，我嘛毋敢去申诉，我调去倒位，我若是真正伫咧内部去申诉，人会感觉讲，后摆我可能嘛毋敢，我要调去倒位嘛，有可能无法度，因为我申诉的这长官毋知国家倒一个长官较好。我若是调去别部门，我若是互人维传落去，公务体系就是一个较封闭的，迄内底关系咱毋知影是你哪敢安尼做。我以前嘛是伫咧公务体系啊，我嘛是互人职场霸凌，我只好选择离开啊。因为我拄研究所毕业，我就进入到公务体系，迄当阵会使技术人员转任。我的主管就是开会无要找你，了后代志无要叫你做，你看会足清楚，你也毋是戆人啊，你知影伊伫咧内底制造一个氛围，你只有选择离开。啊，毋过我的主管是人袂歹，伊问我讲，到底安怎？为虾米？伊讲无。我甲你调去别部门，我讲哦，我那个要伫遮生活，我调啊别部门，我嘛是爱拄着这啊。这主管到底跟迄新的主管到底有？所以我选择离开较快去所以我了后就无想要进入到公务体系，我直接就伫咧私人部门。迄阵安尼差不多偌久的时间啊？一冬。一冬哦，你通我轮一冬我去。头啊，搁还好，蜜月期了半冬了后就开始啊！我有感觉足痛苦的因为我感觉本来想讲一直要留喺公务体系来做，啊，毋过我感觉这嘛影响到阮同事对我，因为主管安尼对你就敢若老师来做怎样，你学校嘛是老师若是对你有意见同学拢嘛对你有意见，对，所以同事嘛，无啥甲你甲你讲话，所以我感觉这种职场文化会互你足紧张。所以我足知影即摆足侪人跳出来我很能体会他们的感受，因为第一研究所毕业出来，照你安尼讲你咧社会菜鸟啊，这头一年的时阵，你法律内面敢有通啊规范着像这种的？所以我讲自救你爱互伊一个管道，所以我拄则来讲，我很坚持要第三部门，袂使讲内底你第三部门，我至少我有一个我可能心内较安全的单位，帮我处理，而且我修这个法规跟我讲还要有所谓的代理人，有一个律师陪我，若是我真正要行到
所谓的民刑法的时阵，还要有诉讼代理人来帮忙我来处理。我感觉这是应该国家爱好伊的。是啊，比如我头拄仔问题有想出来无？其实哦，官官相护嘛，对无？啊，其实哦，咱来安尼看一件代志吼，就是其实咱自细汉拢做唔对代志嘛，啊，拢有家爸爸妈妈欺骗嘛，就讲你敢有偷摕物件？我无啊，我无啊。叫做保护吼，是一个人心内哦，最基本的自我防卫机制。自我防卫机制，嘿，拢爱保护家己啦。啊，我是唔知影即件代志有关系，政治伤复杂嘛吼，即咱做心理也无关这，但是吼，你会知影人拢有保护的部分啊，但是保护的方法无共，像我感觉委员就作战的，吼，伊感觉这无合理，大家安尼主管对我安尼，啊，大家对我歹，吼，徛平我死过我大平嘛，安尼我袂伫啊，因为这对我有害。我要换环境，啊，换环境嘛是一种保护嘛。但是我哦吞忍哦，继续咧遮做，嘛是一种保护啊。因为我无想要互人看袂起嘛。像咱较早咱即个世代上爱讲草莓族啦，吼，就足侪人吞忍是讲我无爱互人看袂起啊。哦，我要啊，这种嘛是一种保护嘛。所以吼，从咱心理来讲，咱就会讲吼，咱会尊重每一个人保护家己的方式，但是吼，咱想看来讲吼。这种方式敢会久长啦。若是吼，你咧一个机关内底，你去用欺负，啊，你保护家己的方式，互家己愈来愈艰苦，哦，愈来愈无爽快，啊，愈来愈想法愈来愈负面，吼啊，这种保护的方式就要改变，吼，安尼就袂当久长，啊，对你就有害。所以咱心理的建议是安尼啦。但是吼，还有种指标啦，就是这场内面吼，迄人哦流动率真悬啦。对。迄流动率真悬吼，到底是不管是民间企业也好，还是讲公部门也好，是要安怎来侦查讲哦？你这人员流动不对哦，这应该要来问个清楚哦。因为我坦白讲哦，这个劳动署的这项代志，我3当进前就听过。哦，真的哦。哦，有听过啊，但是这咱。不管咱的书嘛，咱就当做敢若一个社会故事哦。如果是安尼，咱敢若知影安尼。但是这2、3当来，因为我有朋友伫内面，就知影讲哦，这流动率足悬的。不管伊是这个派遣的，也是这个正道的人啊，而且哦，因咧东西南北分数足济，周围通去吼，啊，拢咧流浪啦。这法律上。有通好救济吗？即我想法律上无通好救济吧，老师。是，我想这部分就是讲吼，其实这届吼，迄个劳动部伊嘛家己承认讲吼，确实伊即个吼工课吼工时吼伤济，对无？吼工时这敢是一个过劳之灾。第二个是讲，伊嘛认为讲有啊，伊即届轻生，伊跟即个阮即个体制有关系啊。吼，所以讲这部分就是讲伊的权利吼，应该就是讲这部分应该是上介基本的爱给保障吼。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你这个认定这个过程内底吼，你第一届、第二届，你拢有去问足侪人，吼，啊，足侪人拢讲，我嘛是叫人霸凌的，吼，足侪人讲，我是讲，啊，足侪人叫人霸凌，当然伊到底有迄个，说讲有迄个物质无，有精神病症无，吼，啊若有，安尼这人跟他申诉，啊，敢是职灾？他说也无，伊无到精神病症，但是伊叫人欺负着，吼，安尼这个霸凌的这过去这行为，敢要调查？吼，所以我讲，当然这部分就是会较困难啦。所以我讲，你若讲要离婚咯，你至少基本上就是讲，咱这个对去用欺负的人、叫霸凌的人，吼，伊到底伊的权利是啥物货？吼，就是讲，咱台湾过去吼，咱伫咧精神上啊，吼，即个职业灾害啊，吼，其实认定吼足困难的，足少的，就是讲你迄个尤其唔爱讲过劳哦，伊迄个忧郁的吼，还是用霸凌吼，即个认定吼足少的，即案例足少。吼，所以个是咱应该这部分应该是上较基本的吼，应该个顾掉。吼，我想这部分啊慢慢来扩大。吼，咱讲这救济内底，还个包括讲，你也有真正有啥物特定的一个人，吼，有甲你欺负、甲你霸凌，吼，我想这部分应该就是讲，爱防止了以外，吼，包括法律上、司法上，应该爱个甲伊保障伊的权利，爱互得到就赔偿。吼，我想应该这是法律的设计。是秀伦，他老师啊讲，其实那些在职场内面，不管是民间企业也好，真罕的有真济
真少人会提出来讲好，因为我去用管家，我规个人来郁卒甲来看病，爱去提出来赔偿，真罕的吼。对，啊，我简单讲啦，咱啊，比如安尼讲，公司若认为讲我这样产品要来推出，我爱趁钱，我是毋是对设计部门、业务部门、公关部门，每一个人集体吼合心协力，咱都是要甲这物件，互伊重视，吼，互伊趁钱，互伊水。但是像这个职场霸凌的啦，吼，迄个人力不足的啦，性骚扰的啦，吼，工作环境没有改善的呀，吼，这代志啊，这都总务组的代志、治安的代志、人资的代志。啊，人资伊要安怎去管到讲，即个工课诶，迄个环境有安全无？啊，治安部的人要安尼管讲，啊，即摆是人力招募不足，还是讲迄个即个部门吼人员流动率太大？咱将这个代志，公司无甲这代志当作是全公司政策的代志，是特定部门的代志，这代志永远就袂处理，因为根本你就无要据结构来甲伊改善，这是较根本的问题啦。所以即摆咱去平小可进步啦。